謝謝你們，我替所有6·4的受害者，謝謝你們。希望呢片土地上面嘅人民可以見到真正民主自由嘅到臨。但我覺得我哋 send 嘅 message 唔夠嘅。感謝大家嚟到係參與係6·4維園燭光晚會，呢個係一個大專政改關注組嘅。咁你覺得？讓一個母親破碎的心安撫下來。軍隊已經係成為新嘅一年。平反六四，平反六四，追究屠城，追究屠城。我抗你黨，你有乜？收翻埋白頭嗰邊啦，睇新聞證。警方咧可以俾大家，雖然好多市民咧其實比我哋多過。唔該曬，俾少少空間同你做嘢啫。Please keep aside, thank you. Okay.